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民进党赖萧培今去中选会登记，那侯友宜是甲郭文哲发声，唔通放弃拿白合，请专家评论书的做副手。选举特别到劳动厅贴过立委提案27个话费补贴到1万块，专家认为讲这乱开支票不应该，就爱看农业贡献度。台北市有社会主体发生查埔高中生乱暴性侵13个国小的查埔囡仔，有机关质疑讲这通报机制有问题。民进党的赖萧培今日去到中选会登记，是头一组登记的参选人。赖清德表示讲，这届赖萧培有3层特别的意义，袂阁再行一中这条旧路。那国民党的侯友宜呢，下晡是有开记者会，向郭文哲发声，唔通放弃拿白合，提议明仔载由4位专家公开直播，重新解读这9份民调，赢的做正的，输的做副手。那这郭文哲伊是干那表示讲，需要一点仔时间讨论，但是伊爱先去领票。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替诈骗受害者主持公道，将炮火向准执政党也提出打诈政策，表示未来骗子愈侪，关系愈久，部会整合组建打诈交叉会网，加强两岸甲国际强大机制。也毋过，那白合敢是破局，侯友宜下昼紧急召开记者会，表示郭文哲中昼有打电话给伊，两个人也爱个讨论一下。我从来没有在协调的过程当中说我一定要做起来。政党既然要协商，咱就要有一个公平的原则，谁赢就是正，谁输就当负。侯友宜澄清，15协商无讲到杨立拍，国较无坚持要做正的，决定也袂当有袂真假。伊相信到即马拢还袂讨论到副手，也提议离双方各派2个学者专家就9份民调重新解读，专程公开直播，赢的做正，输的做废。赖萧也不是一个三脚猫，那个还是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如果你要胜选，就应该用最强的组合去打。你怎么故意先找一个不强的比较弱的组合去打？这种我一直无法了解。对侯友宜重新解读民调的提议，郭文哲话讲甲真保留，只表示需要一点仔时间讨论，希望是上强的组合。日会有记者会，爱大家较有耐心，同时会由吴珊珊代表去领表。另外，中岛甲郭台铭见面，两人敢是有新合作。郭文哲表示，郭台铭也是真重要的人物。我们2个会竭尽所能，让台湾持续在稳健的路上，走入国际，迎向未来，不走回一中的老路。民进党也强调萧美琴2日来到中选会登记，抢头香正组头一组登记参选第16任总统、副总统组合。也强调表示2个人意志坚定，充满信心。那赖萧培也有3点特别的意义，强调甲萧美琴所参选代表胜落台湾的国家方向，无行一中老路。2个人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代表负责任稳健的执政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因伫咧中部、南部带头，甚至是带这民众党的立委参选人去登记，展现南北伫区域立委合作。那这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是亲身带党内台中8位立委参选人去登记，展现团结气势。另外，这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前2名是黄珊珊和黄国昌。民众党呢，按算伫明仔载要来开记者会，宣布这不分区的名单。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队，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代表民众党参选台中第1选区的蔡壁如手牵手，也有台中其他选区南亚立委参选人做伙登记。南部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带领，包括高雄第1选区南亚由民众党张文丽嘛共同登记，展现南北区域立委的合作。今天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台中的8+1，不管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不管是民众党的蔡壁如，我们都要当选，我们一起加油。甲党内台中立委参选人挂彩带，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也去台中亲身带领党内8个立委的参选人做伙登记，展现团结的气势。台中市8席立委全上，台中更棒。各位不老乡亲，我们还是全力打，好不好？因若无分区立委的部分，拿到拢是党内评估前12名是安全的名单。国民党排第1的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有区地联专家郭如君，前 NCC 委员洪巧玲。因若医界是陈建辉、苏清泉，军系是前海军司令陈永康，也有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民进党是甲前管基金会执行长林月琴排第1。第2是认知作战专家乌咸学院创办人辛碧荣，也有推动儿童表演权、甲游戏权的张雅玲，历年环境领域立委洪新汉，新住民领域立委罗美玲，性平领域立委范云，演员郭玉晴。也若民众党推出无分区立委前2名，也是郭文德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甲前立委黄国昌。另外，进前传出争议，有中国配偶身份的徐春英是无列入去名单内底。不过正式的名单22民众党才会开记者会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大社会主体逼出有13个国小的查甫囡仔呢，互一个查甫高中生带回去厝内面性侵。这囡仔的家长就指控讲，代志发生到呾1年外，这社会主体主管单位拢无甲因护照。机关也批评讲，这犯罪通报伤过慢。市政府目前是有承认讲，因通报确实有订单，社会局也讲已经甲因解除契约啊。把他带到你家。家长要去甲对方问好清楚，火气是真大。因为伫咧厝内听到囡仔讲，伊去公园耍耍咧，煞互带转去厝内黑白忙。这个嫌犯都住伫咧同一栋的社会主体内底。他的方式都是在公园认识的小孩，会拿卡牌啊、游戏什么东西去跟人家交换摸下体，不愿意他也会用暴力用打的，然后会强迫去公厕这样子。那也有骗到家里面去的。台北的一个社会主体边仔都是公园，少年耍有大个人指控讲，因的囡仔去楼骹佚佗，拢去互共一个人为公共区域带转去厝里，而且猥亵或者是性侵，受害的有13个人，拢是国校的查甫囡仔，已经有6个家长提告。很多小朋友都不敢出来玩，发生事情之后，很多小朋友都不敢出来，有被他欺负过的，我有大半年都没看到小朋友。受害家长是真不满，社会主体规范明定，若是有不法的行为，去指控、相拍甲猥亵。按规定大退租，不过社会安全网却是无随通报，公部门嘛无甲伊解约，互这个涉案的高中查甫学生，代志发生了后，也是持续大年外，一直到这个月初，主管机关才强制甲伊退租。扣点它累积到一个程度才会做个解约，目前好像已经解约了，已经有通知。的确是在通报上有问题了，社会局这边还是要跟都发局做好横向的联系啦。通报上班，市府承认有疏失。嘛答应会加强社会安全网，不过社会局回应讲，家长拢伫咧同一个时间报案，未成年涉及刑案，主要时间认定，目前已经解约。我们既然是，尤其是已经知道他是一个连续犯，那推估他的这个再犯的一个可能性，是很高。那你真的是就要启动这个预防的一个机制。除了甲受害者辅导，因为加害者还未成年，立乡基金会嘛建议。用治疗代替刑罚，社政等等的机关，若接到通报了后，就要随介入，以防搁犯。不过社会主体逼出性侵，搁拖一段时间才解约，嘛互外界质疑讲，社会主体敢是变做犯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其中增加。防止这被害人性影响互人传出去的保护措施是保护令的类型。另外，这届修法也甲同性婚姻亲属适用家暴法的保护对象列入去，未来也会当申请保护令，社工也会当介入协助。为了要强化这被害人的保护条文明定，会当透过申请民法的保护令，要求裁掉或者是甲性影响落架。
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爱先限制观看或者是录制一寡家庭暴力被害者的性影像，违规者上重会当罚到60万。另外，议会也通过附带决议，要求卫福部增加相关指引，提供影像中心、家暴中心加警察机关协助被害人摕到性影像传到网络的相关证据。伫咧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呢，伊是伫咧林园某一间高中附近的饮料店，写到一张看板，伊顶头写讲这越南新娘的这婚姻广告，想要趁这中人的费用，说互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查到，要求到案说明，而且爱把这广告摕掉，才有可能会罚款50万。那个红色看板。这间卖凉的店头门口挂越南新娘、韩国婚姻的广告，地点就伫咧高雄林园某一间高中的对面。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员要求这间店头爱甲广告的扛棒全部拢摕落来，而且按标示的电话找到看广告的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到案说明，因为这行为全部拢违法。吕男花费了近千元制作看板，并拜托店家暂借空间摆放，且自称旗下有10多名越南籍女子可供海选。女男到案后称，本来希望可以兼职赚外快，没想到立刻就被查获。移民署表示，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讲伊下底有10几个越南的女性，会当互人客警，想要兼做韩国婚姻的中人，趁外路啊。不过因为未晓使用社群软体，所以开钱做扛棒，借店头的空间菜地遐，已经明显触犯入出国甲移民法第58条，会面临10万至50万的罚款。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张万书认为讲，台湾新住民的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第2代占学生总人数的1成。多元文化的社会，女性甲婚姻不应该当做买卖的商品。透过这样子广告去找到的，他们其实也常常会有个心态，就是我好像是买一个女人回家，把女性非常非常物化，然后直接挂在街上贩卖的这些广告，应该要拿下来。就是婚姻还有就是女性，她不应该是成为被买卖的一个商品。高雄市专勤队强调讲，除了实体的广告，网络顶任何婚姻中人的广告嘛拢违法。民众会当透过移民署官方网站顶悬35间有合法许可韩国婚姻媒合团体来直接签订契约，用正当的管道嘛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德长自强路行下晡4点外发生一桩车祸，一台黑色的轿车和向入幼稚园载囡仔上下车伫自强路相撞。这车顶呢有10个囡仔，4个较严重，大家轻伤。这桩车祸有10个人拢送去莅林的基督教病院治疗。时候，他好像有镜子，但是反光，然后那台黑色车也是黑色，司机是说他没有看到，然后就撞下去，很大力。就我们这里都听到很大力的撞击声。因为这个车撞一真大力，轿车的车头插落去上下车下底，这上下车也载落去大路边的水沟啊。警消和当地民众赶紧协助把车顶的囡仔救出来，消防队员赶到现场，赶紧替这较严重的囡仔包空水。11个囡仔其中有一个5岁查某囡仔，轰撞一个飞出去车外有脑震荡的情形。也拿车顶的老师和司机，还有其他的乘客，总共10个人拢送去病院。现场的民众表示讲，因为这车路无看，佫无车红灯，真有可能是轿车到路口无注意到上下车才会相撞。不过这事故原因佫需要调查。台电伫咧19日，因为这地下缆线有故障，致使高雄左营4000外户失电。想要到今早起10点外的时阵呢，这高铁左营站也有台铁的新左营站等地区无张无弛跳电失电。虽然这高铁、台铁的列车无受到影响，不过这台铁的卖票系统也有闸门等设备，因为无电通好用，影响到200多人买车票。这台电表示讲，事故原因是屏东变线锁系统电压出问题。电扶梯因为停电暂停，只会当改变楼梯。来这边有民众爱爬上2站楼管是穿匹配。我要接朋友，那他东西会很多。讲这个卖长电过啊，跳电过去啊，跳电。来到车站大厅，卖票口打停止卖票广告。台铁新左营站伫1中到11点左右无预警停电，虽然行车无异常，也毋过电梯卖票系统、电子时刻表甲闸门全拢停止，互想要买票也是路卡坐车民众毋知要安怎办。到站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
这样。售票系统还有进出闸门受到瞬间电压异常，负载过高，那造成一些弱电的系统出现异常。经过抢修，相关设备下到2点钟前陆续复电。统计影响买票人数大约200-300人。甲台铁强国的高铁总营站、参附近的汉神巨蛋、国父广场、甲景光电台早起也分别出现跳电、停电状况。高铁列车无受影响，不过汉神巨蛋延后1点钟开店。唔知影民众等伫门口追查原因，是台电屏山变电所系统电压异常偏悬。10点20分，屏山变电所因系统电压异常偏高，造成左营高铁站等高压用户过压保护动作停电，已于12时20分前试复电完成。台电19则因为地下电缆故障，造成总营区4600多户停电。今嘛阁因为电压异常，造成双体顶4户高压户停电，引起民众不满。台铁会设的表示会详细调查异常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网青伫网络顶头教人安怎骑重型奥多摆，弄这雪山崩坑过当闪过警察，而且讲伫咧11月22进前就会完成这件代志，引起各地警察的关注。也呼吁讲这骑重型奥多摆一定要遵守规定，若准无才是会吃罚单。也若这交通部是讲骑重型奥多摆上国道，目前是无开放时间表。大大字写着“无破雪水，唔留人头”，部落客通勤这一歌，伫社群媒体开直播，分享安怎骑重机上雪山崩坑，白互哪吒也发文向高福局甲各道第9警察大队邮告，会突破各道5号雪山崩坑。各道警察表示，目前还未看到有重机骑入雪水，若讲有，将会依法处理。在此呼吁，请大型重机骑士遵守法令，勿于非交通部公告规定之路段及时段违规行驶高速公路。重机团体争取上国道一流动作，早起真侪民间团体来到立法院陈情，有个11月26会发动重机到交通部前顶控，表达3大诉求，包括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国道。重机会当停机车架，甲要求废除道路内侧车道、禁行机车甲强制2段式道路相关条文。我们充满了理性的活动呢，常常得不到善意的回应，所以我们势必要举起这奖大旗我们要交通部来面对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交通公民所需要的这个问题的解答。现在重机在快速道路已经可以走嘛那我想说他们先在这个快速道路或是一般的道路上面。如果走到这个大家能够放心的状况，我们或许再来讨论。那目前没有开放的时间表。交通部搁一摆表示，有关重机就国道过去甲地方政府沟通，共识是目前也无适合。那高公局明调落下民众反对，对重机就国道有完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航空警察伫桃园机场有查到有一个集团呢，引用健康食品的名义，就是这个牛奶清2白粉内面藏8公斤的安非他命，对美国走私来到台湾。警方也抓到2个嫌犯，也那这主嫌呢，当日走路已经对伊发布通缉。年轻2被参到航空警察局甲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伫今年5月破获一批来自美国以2白粉名义申报进口货物，内底藏有市价约1000万的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8.5公斤。专案小组布线对峙，当场逮捕来领货市长加市王2个嫌犯。15点05分，我们再给你依法逮捕了该走私贩毒集团使用健身补充高蛋白的营养食品充当运毒工具，将安非他命埋藏于粉末当中，自美国运输来台。专案调查发现，以外号光头为首的卖毒集团，使用健身补充高2倍的营养食品，当作运毒工具，想要以假乱真。专案小组查获的时，罕见闻到毒品真高的香草味，也就是查到新的种类毒品，拢总查获嫌犯3个人。该集团自今年3月间，以相同的模式多次运输毒品入台，共犯酬劳每次可分得新台币3至10万元不等。5月间，由张姓及王姓犯嫌出面领货时，当场人赃俱获。
到案的姓张甲姓王的两个嫌犯，因为无处理空想甲安家费，透过专案小组提示所掌握的证据，将其尾放入心房，受其指控主嫌光头种种犯罪事实。经过地检署提起公诉，分别对姓张、姓王两个人具体求处7年有期徒刑。另外，在逃主嫌分别予地检署甲法院发布数十个通缉在案、通缉中。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昨11月20做81岁生日，伊也照传统伫咧白宫下边感恩节的花家。不过外界上界关注的就是伊的健康咯。那阵伊来年龄等到落任的时阵，已经有86岁啊，而且这民调显示有77%的民众认为拜登已经伤老，无适合阁出来选总统。伫北京南草皮举办花街下面活动，美国总统拜登依照传统，伫20下面感恩节花街，一天也拄好是伊81岁生日。拜登先提家己的年纪来献算笑。This is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is even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wasn't there in the first one. I was too young to make it up. 这项传统会当追到1947年，全国花街联合会送花街予迄当时担任总统的杜鲁门。拜登迄当年才5岁，今年从下面的2只花街来自明尼苏达州，叫做自由结晶。拜登趣味的讲，因行1000多英里才到北京，比参加天后泰勒斯的演唱会也较难。刷个发生话讲唔对。You could say even this harder than getting a ticket to the Renaissance tour or Britney's tour. She's down in it's kind of warm in Brazil right now. 这已经唔是拜登头一摆话讲唔对，伊有当时啊会伫记者会上，互一个唔知安怎讲的回答，而且也搁捌行路无稳滑倒，甚至伫空军以后的楼梯失去平衡，拢互人对拜登的高龄产生质疑。路透社9月中旬的民调显示，77%的受访者，包括65%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伤老，无法度担任总统。反过来看，77岁川普，只有56%的受访者认为伊的年纪上大。公司新闻单位林编译。讲到这以哈伫咧加沙的冲突已经9个月，将有可能要收煞咯。这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表示，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不过双方拢无讲到这协议的内容。也若放任这个谈判，美国也表示讲有重大进展。不过以色列的人质家属20和政府会谈了后，认为官方无甲救进这个代志放大声，非常不满。以色列甲哈马斯伫加沙的冲突已经过半月，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助手对路透社发表声明，讲已经甲以色列达成停战的协议，不过双方拢无提供协议详细内容。也若来做公亲斗协调的卡达，嘛无讲到包括交换人质或者是停火等等协议的细节。另外，针对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讲，甲加沙走廊的人质放出来，就要达成协议的这个讲法，白宫20嘛作出回应。The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aid yesterday, we believe we're closer than we've ever been.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哈马斯的攻击拢总造成1200个人死亡，会当讲是以色列版本的911事件，即嘛过半月过去啊。去互哈马斯绑票的买240个人质的家属，20各国会议员，还有以色列的战争内阁见面，对政府敢若想要消灭哈马斯，煞无甲人质的安全放伫第一的这个态度，家属是真不满。הילדה שלי בבית, לא לרצות שום אויב, נורא פשוט. אני רוצה את הבת שלי בבית. 以色列地面部队顶礼拜讲，伫加沙的西法病院内底发现哈马斯的武器了后，20国讲，因伫加沙北部清真寺的地下找到哈马斯的武器制造厂，还佫有地下崩坑。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统计，从10月初7到达，有约13000个巴勒斯坦人伫以色列的轰炸当中不幸过往，其中包括至少5500个囡仔。以色列20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以色列士兵协助炸散的红婴仔为西法病院撤离去埃及。不过世卫组织的官员讲，28个疏散去埃及炸散的红婴仔内底，有10外个情形是真危险。另外，世卫组织嘛烦恼讲，加沙的民众伫卫生条件歹的环境当中生存，恐惊会有感染疾病的情形。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有一位渐冻症长期承受身心痛苦的女性罗丹，伊是甲政府要讨一项权利，就是讲这死就要死甲有尊严。宪法法庭20召开头一届安乐死的听证会，罗丹本人也用视讯出席，亲身表达意见。Y sé que lo único que merezco es una vida y una muerte con dignidad. 42岁保拉罗丹得到渐冻症3年，规身躯只剩面的筋肉会当控制，需要倒伫眠床去人工呼吸器，甲长外营养维持生命。医学智力完全清楚，煞无法度震动。发烧后生伫边仔咧哭，煞无法度安慰，互伊心内真艰苦。伊20参与厄瓜多宪法法庭头一摆举行的安乐死听证会，透过视讯向宪法法官、国民议会、甲政府代表、参律师、甲专家发声。过程中不时需要看护协助啉水，犹原艰难的一字一字讲出心意。罗丹去年8月透过律师提出反对厄瓜多宪法中杀人罪判10至13年监禁的法则，要求宣布部分违宪，以便会当伫无处罚医师的情况之下，互因协助需要的患者安乐死。也要求法院承认，因为严重不治之症遭受重大身体甲感情痛苦的人，有权利尊严的死去。Hoy estoy aquí como Paola, pero en realidad soy cientos y cientos de voces que hoy salen del silencio y se muestran junto a mí. 听证会有计进行几天的时间，互各界提出支持甲反对论点。了后，宪法法庭会做出裁决，可能开创历史先例。目前伫拉丁美洲国家中，哥伦比亚是唯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有拉维加、智利拢在审议相关法案。巴西哥是授权患者甲家属会当拒绝以人工方式延续生命。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咧巴西南部，搁伫咧做大水，地势各类砖头变做是江洋大海。目前有4个人死亡，1600多人得利。另外，伫咧非洲的昆阿大水忽视了几落天，这水已经淹到1个人关了。目前有46个人过恶。按空中看落来，巴西南部的大城阿里格雷港，规片拢是大水，民众包好啊看咧，用杯撩水，也是用船啊载老人、囡仔、查某人来离开。巴西南部9月拄着强烈热带气，夺走50几条人命。这几天搁落大水后，地势开水泛滥，有几难位庄社变孤岛，上少影响31000个民众，有1600多人被迫离开，搁有4个人不幸死亡。Começou a entrar água antes e hoje está pior. Começou a entrar água hoje de manhã na minha casa, que nunca entrou, nem em 2015. Entrega o salgado, também está tudo. Geladeira em cima da mesa, farinha, tudo. Está quase todo perdido. 非洲昆阿沿海城市蒙巴萨的民众，所有游园排队要过溪，这原本是大车路，因过雨季了后，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大水一波接一波，互真侪城市拢做大水。蒙巴萨的积水将近1人悬，有人只好爬去公车车顶等救援。Nimepata shida pia siku ya leo, siwezi pita kwa hii maji kwa sababu hiyo pesa wenye wanavukisha watu wanahitaji sina. At least yani wakafanya chochote yani madrainage, maana kuna madrainage barabara zote yani hazipitiki yani maji yamejaa kila mahali. So serikali angalia maziani. 当地民众怨叹政府无征收地下水道，再互大水愈来愈严重，而且民众受困大水时，政府拢无出面来救援，地使真侪人变做有路无处。估计伫昆阿已经夺走46条人命，啊那附近的索马利亚同款凄惨，民众被迫住入去难民营，已经出现食物无够的困境。联合国指出，受影响的人数已经有160万人。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离大选剩无到2个月时间，这老农津贴变作是真重要的抢票工具。中央立委提出27个修法版本，有的主张津贴要起到1万块，也有的人是主张讲就要依照这消费者物价指数，若总有起3%，就要做调整。但是有学者是批评讲，无应该当着选举就开始开支票，爱看这农业的贡献度来补助，无应该人人有。
做伙比战，农业部2日举行农民福利政策推行绩效的发布记者会。农业部一项讲出包括农民健康保险、职灾保险、农业保险以及退休土金的4大福利措施优点，嘛希望各界肯定农民守护台湾粮食的辛劳。不过，因为大选要到，老农津贴的修法，佫正做关心的焦点。委员在立法院所提的版本，我想都非常感谢委员能够提案来支持我们的老年的一个退休的一个生活。那有不同的版本，它的金额也有所不同。农业部感谢立委关心农民的福利，因为老农津贴的议题，调的立委竟然有27个修法提案，有按7000外起到1万，也有按4年1条改做2年1条。嘛有建议消费者物价指数变拿起到3%，就要调整。国民党我们的提案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老农津贴把它拉到1个月1万块，大方向我们的支持。比如说物价成长超过3%，你就调。那这样的话，大家的就不会有那种哇，都已经物价涨那么多了，怎么都没有调。不过研究农业经济学者批评讲，袂使拄着选举就高度调整老农津贴买收选民，应该要有更较好的理由。你去看都是选举年的加，这一次又要加，我觉得应该要比较劳保的退休机制办理，到它的贡献度，其实我也不觉得应该是齐头式的评等。学者讲，若是直直调悬老农津贴，年轻价股对农业价格的调整有限，应该要参考国民年金等制度，照农民对农业的贡献度来做补助，不是平等式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旅行社向西旅游内部作业系统逼出有骇客入侵。向西表示，讲受损范围只有顾客个人资料加消费内容，无信用卡登记的资料。另外，国内食品公司泰山企业最近也受到这骇客入侵。对学者表示，讲企业的主管单位一定要定期巡检，系统升级，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再发生。无论是时间较长的旅游，也是短程旅行，民众伫旅行社网站落定进前爱设置。向苏旅游20日发出动信表示，公司网络互骇客攻击，受损范围包括人客名、联络方式甲商品内容，无包括消费者信用卡等基本性资料，已经透过简讯电话语音等方式加强提醒旅客。公司营运甲出团状况拢正常。若超过6万名被奖追踪按赞的，有名食品厂泰山企业。被奖专业同款互骇客入侵，人头相片甲方面相片已经无看，道路名称也互改做2607，到目前拢还未恢复正常。泰山伫官网发出公告，证实被奖专业互骇客入侵，强调已经报警，佮提醒民众这段期间，被奖专业所有发文甲信息都无代表公司的立场。过去可能加密的方法用的是某一种演算法，但是随着量子电脑出现，那变成说你的密码就可能被破解。很多人管理的时候，万一中间有一个管理者，他其实没有设到比较好的或比较强的管理方式，那骇客就可能取得你账号密码之后，就可以想办法把那整个粉砖拿走。也有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也发出动信，表示公司互网络攻击事件已经全面启动相关防护机制，佮委请外部资源公司技术专家共同处理，目前评估对公司营运也无重大影响。事实上，即摆国内企业互骇客入侵的形态有所无同，像向西是官网，泰山是面册被奖专业，那中石化是公司的网站。业者已经报案，那我们刑事警察局以及有相关的单位会协同一致，针对这个治安以及各自的保护，那么会进行追踪到底。面对骇客一直入侵国内，学者提醒，网络定式甲系统随着科技发展一直时间翻新，过去安全无代表即卖安全。骇客往往拢会利用新产生的资安空隙去后台进行攻击，也是入侵。各企业的资安单位一定要定期巡检升级，才会当避免类似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最近在推动减免私立大学学费的教育政策，所有58间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教师，因为重点费呢30年来拢无起价，高教工会今去到教育部外口抗议，要求政府就要重视这款的情形。立即调整
放松免费，终结世界纪录，终结世界纪录。大声发口号，要求政府要注意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教师，因为钟点位30年无调整的状况。政府最近一直提出教育补助政策，包括减免私立大学的学费等等。不过，高教工会来教育部抗议，讲有58间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教师钟点位30年无调整。我们总共大概有2万多名在私立大学当兼任老师的人员，超过1万多名是30年薪水没调。我们经济成长的果实，我们的税收，我们各式各样的补助，到底去哪里了？高教工会讲，私校兼任教师的钟点费，教师级是575块，助理教授630块。若用助理教授的钟点费做例，一年上课36礼拜计算，拄12个月，一个月才22000块。地属兼任教师4季兼课，才会当生活。那老师计落，嘛影响学生的学习。坦白讲，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记录，我觉得作为台湾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份子，甚至作为台湾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份子，都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高教工会考试讲，这使讲是世界第一纪录，已经向金氏世界纪录申请。国讲教育部长潘文忠爱负上大责任。在105年开始，那么特别为了要鼓励让各私校也能够来及时因应相关的物价调整那尤其在111年，特别也会针对这方面以70%70%来补助私校。对教育团体主张潘文忠讲，大约有32派的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教师，钟点费比公立大学较悬。其他的私校，教育部会陆续补助，未来嘛会持续鼓励私校，特别是有接受教育部7成补助的私校，会当参考物价的调整，增加钟点费。记者综合报道。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经三读通过，其中明定公益出租人的租约资料，袂当当作是综合所得税、房屋税抑个地价税查税依据，鼓励搁较侪厝主甲这空厝摕出来做公益出租。最近政府伫咧推动公益出租人，若是这厝主有加入，就会当有房屋税、综合所得税等减税优待。不过，真侪厝主认为讲，这啥人去参加的好处无够侪，颠倒会去互查税。即届修法除了消除加入公益出租会互查税记录，也期待会当有更较侪空厝用来公益出租，照顾弱势。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23例流感引起的重症，也有5例死亡个案。这重症个案内面呢，有一个13岁少年囡仔，本身无病，也无注过流感疫苗，在1月发病了后的1礼拜，就行为怪怪，性情改变。医生认定讲这是急性的脑病变，目前正在住院治疗。流感疫情继续有警报，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5例流感死亡病例，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成人。另外增加23例流感并发重症，其中年纪上细是7岁查甫囡仔，好佳在治疗了后已经康复出院。也不过另外一位13岁北部少年在1月中旬发病了后1礼拜出现异常行为，也有爱困卡的确定症状，技术检判是急性脑病变，目前由在住院治疗。感染这个病毒或者是细菌之后，那有可能因为这个虽然这个感染的症状有改善了，不过因为脑部的这个发炎的症状有持续，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这个急性的脑病变。那有时候可能会甚至有像这个个案的这些就是性格行为方面的反常。疾管署表示，顶礼拜流感死亡甲重症个案超过9成无做本季流感疫苗。根据统计，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开始做了后，65岁以上的长者注射率只有4成6%，学龄前幼稚注射率也无到6成。就是讲，也阁有42.9万名幼稚还未做流感疫苗。医师警告，新冠疫情解禁了后，免疫负载开始出现各种病毒拢出现，只有做疫苗才会当预防感染，避免重症甲死亡。病毒感染有可能带来2次感染好比说细菌性的肺炎、细菌性的脑膜炎，那这个在过去很常见。那最近我们也有看到一些个案。疾管署提醒，我4礼拜通报10件幼儿园上呼吸道群聚事件，其中4件检出流感病毒，所以呼吁符合公费的注射对象民众，赶紧做流感疫苗，才会当伫流感高峰期来临进前得到充足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
唔管是骑奥多巴或者是赛车，若准咱双脚踏伫涂骹，咱拢是过路人。这个公路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今日伫法院三读通过啊，规定这公路设计时间，若准伫咧市区的车路、医疗院所或者是航空站附近呢，应该爱伫咧一定的范围内设置无障碍进行道、行人通行道或者是交通宁静区，确保这过路人安全。伫第三线，新北三甲的介绍路一段，当咧做车路两边边，差不多5米宽的人行道。未来只要像这种的车路，拢爱设置无障碍人行道。设立那个人行专用道的话，那走在上面就比较安全了，不然的话，等于跟车子走在一起。行人道除了走路以外，其实蛮多人在这边就是聊天交朋友。所以如果有更多徒步区，应该是蛮好的。除了钱的投入以外，人行环境的改善也放在法理面上，从源头来，希望中央跟地方都可以一起讨论这个人行空间的改善。为了向行人零死亡的目标行，立法院日一三读通过修正公路法部分条文，包括公路的设计、时间、用户或者是交通工程，拢爱保障民众的安全。以第58条修正条文的规定，亲像省道、县道或者是乡道、市道、区道等等的公路，未来修建的时阵，若是有经过市区车路、医疗院所、学校、机关或者是人口较密集的所在，伫一定的范围内爱设置无障碍人行道、过路人行路的区域或者是交通宁静区。毋过，这优先行人的设施，嘛爱由中央甲地方政府共同监督检核，因为各县市的路况无共款，恐惊无法度全部拢下用。他们假设还是照20-30年前台湾所谓的大公路主义去做这些设计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是理想的状况。好，所以就希望有一些他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有一些民间团体可以导入。如果是在我们的一般的社区里面，它可能要做交通宁静区会更恰当。我建议把它更明确一点，让我们在选择上面呢是以当地区域的真正的需求来做。有立委指出，台湾车路的交通事故每一年超过3000人死亡，安怎脱离行人地界的臭名？专家认为讲，政府除了听民间甲专家的声音，嘛照当地过路人的需求，设置适合的人行道，才会当落实日本交通。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疫情期间，真侪公司实行居家上班。中经院发现讲，也有1/4的企业，也个是咧使用这款的形式上班，甚至有变做是公司的一种福利。不过，若准员工伫外口上班发生职业灾害，这责任是要安怎认定呢？到单也个无一个做法。在疫情的期间，有不少企业烦恼群聚感染，互员工踮伫厝邻远距离上班。不过疫情了后，嘛有部分的企业也是实施远端办公，甚至把这种工作模式当作是招人的福利。疫情后呢，大概还是回到25% 的企业实施哈。但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后有几个改变。第一个就是员工可以申请远距工作的企业家数比例是增加的哈，大概较疫情前增加了1倍，从2% 到4% 左右。中经院为2000多份调查的问卷当中发现讲，不少远端的工作者认为讲，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减少通勤的时间，较有法度照顾厝内。不过对管理阶层甲非管理阶层来讲，对工作效率甲绩效的评估，也有资讯安全的保护，有无同的看法。因若远距离做工课，除了时薪会议的增加，有关线顶顿卡。头家甲劳工的结果拢出现变化，不过嘛有日的专家提醒，远端办公甲过去面对面开会无共款，实时会议会增加沟通时间的成本以外，嘛要注意职灾的问题。假设员工在家里工作，或者他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工作，他发生了职灾，好，那职灾的认定的责任到底是在员工还是在雇主？好，这可能是未来可能一些纠纷的产生。专家甲学者认为讲，透过合理绩效的评估，还有周期的社会规划，才会当确保远端工作袂影响劳动权益甲劳动关系，互远端上班成做新的工作形态。记者综合报道。劳工本身的权益，你就要特别注意，也若做人头家，千万唔通投机。根据着这劳动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申请职灾保险和职业病给付的，有通过案件就55923件，这个数字是真多，所以民众必须要注意讲，你的公司敢有甲你保职业灾害保险，而且这是强制性的保险哦。自从你上班的开始头一天就要甲你保险，民众若准唔知影，也会当打电话去到劳保局问清楚。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顶半年申请劳工职灾保险和职业病给付，通过的都有55923件，国内的职灾事件是不正多，比去年加1倍多。就是因为职业病认定有放零，所以数字加真多。劳动部强调，劳工职灾保险是强制性的，报道员工是毋是有伫外口的职业工会加保，或者是和公司签约结束讲免保，只要头家无甲员工报职灾保险，就会受罚。他没有到职帮他加保，他会先罚一条的2万到10万的罚款，然后他会再依照灾保法36条去跟雇主求偿。另外，雇主本身还有劳基法59条补偿的问题，所以雇主总共其实会有3个责任在身上。劳动部表示，就目前查到有违反灾保法第36条规定，公司无甲员工报职灾保险的，就有30件，嘛提醒民众爱注意家己的权益。公司以询问是一个强制纳保单位的话，他就必须要帮他投保。假如你感觉头家到底有帮你投保，无帮你投保，你无清楚，你会使打电话去劳保局，还是我们各地办事处去甲电话开始询问这样子。最后，劳动部嘛强调，职灾保险和劳工保险甲就业保险同款，拢是自员工第一天上班，公司就要替员工保险。民众若是想要确定家己敢有保险，上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打电话到劳保局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作家陈列本名陈瑞麟，伊伫咧白色恐怖期间，互人判罪违法宣传，掠去警卫军事看守所关4年。伊甲家内面的见闻化作创作养分，出狱了后也投入政治工作。也因为伊追求文学的态度使人尊敬，今年53年奖的文学奖也颁发予伊。但是阮入来的时阵吼，一堆啊，迄个门遐有一个大门，迄边仔咧。我很明的讲，就对入来。作家陈列本名陈瑞麟，带记者行一个国家人权博物馆。这个所在原底是警备军事看守所。门门的得该收押起来，收押就去看守所。这门门就收押，这过程大概偌久？我随马上。你差不多你若伫遮问1点钟，1点钟问完就去啊。第一天，应该是检察官，佮一个书记官，安尼2个人，我就徛伫遮，入来，徛咧。1972年，陈列因为参学成功反攻大陆无希望，互人认定是违法宣传，关4年8个月。伫在家的期间，陈列继续读册，了解西方的体学、文学，拢成做伊落尾创作的养分。有的嘛会起笑啊，有的就是坐了嘛做不安的，嘛是拢会。但是你要去处理这个物件，圆箍啊安尼吼，要行15遍，100遍。陈列讲，伊伫坐监的时，知影真侪不公不义的代志。出监了后，有社运领袖邀请，伊开始做政治工作。做过幕僚，也当选加做第3届国民大会代表。徛伫遐了哦，迄个应该是算检察官咧问案的时阵，迄书记官是咧困的，主要咧过程吼。其实上一个形式拢完全假，包括调查局啦，包括情报局啦，包括警察局啦，因迄个过程内底迄个请求啦，迄是，讲迄是真正，毋是你过去遐少年时会当想象的，不哩恐怖。政治运动的期间，陈列也一直创作，对拄出家所写的文章播完，到今年的新册《残骸子》，拢有一家迄段的记忆。53年奖评审认为，陈列的文字虽然真简单温和，所深入分析社会的力量。因尽量用较客观的物件来做表现，是对啊唔对，由读者家己来判断。迄足直接的吼，颠倒袂当感动人。最近，陈列也当咧参一群人要推动白色恐怖纪念日。伊认为228有纪念日，白色恐怖也要有一个日子，通互现代人反省历史，走向未来。记者郭宝军、张水新北报道。咱来看彰化市呢，有一间传承3代的古顶老店，经营要到一假日的时间，对这破德比亚边顶平布、食掌上色，拢是用纯手工制作的。最近伊也接到一个工课，就是要做一粒3米高的古顶。店头家也讲，这将有可能是目前全国上界大粒的德比亚顶。这个3米悬、宽将近2米的古顶，用要占满规个店门口。要顺手工做遮尔大的德比亚顶，师傅当家兴工，敢若边顶做骨架，就做3届才成功。我去起头的时阵啊，我就捌编好、起底起好，
然后因为伊程度无够定，所以我搁拆开灯做，吼，然后过来边甲中，吼发现伊中的中箍，吼无够用，嘛是规个拢拆开个灯做，应该有超3届。要做传统的底米仔灯，爱先破米仔、边顶、边部，再搁接浆上色。一对3米悬的锅仔灯，唐家兴甲爸爸长秋水，用大约7个月时间才完成。我伫咧画，甲阮囝伫咧做的时阵，拢是一种考验，因为要做遮大粒的灯笼，头起先要做竹胚子的时候，伊嘛爱有真宽阔。较快的所在，结果阮拢是去照人的大庙埕。然后咧画的时候，嘛有可能这边较悬，然后调整好啊，佮徛较后壁看，这边佮无唔对啊，所以就变成讲，这咧甲画细粒灯差足济。唐家兴表示，20多年前转来接家业，当时底米仔灯的市草并无好，但是这几冬大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有袂少订单。除了供庙用的灯，嘛有店家会用来做招牌，也互锅仔灯的用途愈来愈多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历史本物空气台湾舞蹈记录到300年前台湾西部自北到南这地形风景一个生活状况。自2019年开始呢，国立台湾博物馆以这北道做基础，做动画和民众来入北道内面的内容。今年搁再推出第2出全台语动画《北台记游》。这台博馆表示讲，因当咧改变这博物馆的营运方式，而且透过着真侪款的手路，重新呈现历史本物，和民众愿意接触到这的历史文化。斟酌看空气台湾舞蹈的研究人员，向向落入岛内的世界到300年前的台湾。空气台湾舞蹈记录台湾西部自北到南的地形加生活景观。自2020年开始，国立台湾博物馆以3D 动画小改这北道。今年，佫找台湾歌戏演员陈雅兰、演员曾凯芬，都喺叶天伦全台语配音，推出第2出动画《北台记游》。台湾北境内底有迄个家人的角色，吼，佫有迄阵传说中的台北大湖，希望将当时的迄个场面吼，甲恢复起来。感觉就是表现得很以前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所在啦。讲囡仔可能较好了解。对，嘿，较了解着。镜头啊，网络就通透过荧幕知影空气台湾舞蹈当中的详细内容。台博馆的这个装置运用科技协助民众了解台博馆的研究成果。台博馆表示，透过好理解的手法，让民众吸收知识，是这几年以来的重要工作。以前的博物馆是踮咧遮等民众来接近嘛吼，但是阮即摆博物馆的理念就是讲吼，阮会用各种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台博馆表示，以后在咧收集馆内的文物，建立线顶的戏剧博物馆，推广给所谓时代的少年人。因发现透过这种手法推索文物，今年到达已经超过80万人来踅台博馆，创下历史新高，确实让民众较愿意来博物馆行踏。记者我们谢桂林台北报道。这庙埕呢是新明生上届留的所在，嘉义县民雄独立册店呢，嘉文化协会专工伫咧庙埕头前用办队方式举办册展，希望会当让这活脱的风气对庙口开始定结。那有咧庙埕内底办队用的圆刀啊，透过独立册店的布置，加做一道一道的册刀啊。主办单位佮设计比赛，用菜名来找册，让参加的人感觉真心实。他们其实会跟你说你要怎么去找，那他就会提示哦是童年，那你就知道哦是这一本，因为他只有这一本是有童年。对，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然后也觉得蛮新奇的，很少会在庙宇面前有参加这种比较文青的活动。在伫庙埕看册，这拍破较早咧伫庙埕固定的印象啊，我感觉安尼是一个真好文化推广的活动啊，所以阮这届嘛，交伫配合庙埕，阮甲阮的册拢摕甲摆安尼。甲册店刷来民众保存在地的庙前，伫庙埕用办道的方式，小介独立册店内底的册，对面的舞台，佮邀请无共武艺的音乐来演唱，要让多元的文化会当为在地庙埕开始来传播。
袂靠本地地当做做些代志啦，吼，啊，袂靠除了咱的顶头以外，读册啊、看电影啊、开讲啊，拢是真好的所在。所以我希望讲，这上届接近咱的民众的所在，就相变做是来办这款的活动。推销这个活动是讲，会当咱地方的一寡独立书店联合起来，来办这个小型的书展。好，虽然讲是小型，不过伫个册本的选择方面来讲，是拢有真侪特色，让大家有一个主题，落去选择。主办单位讲，庙埕是在地人交流的空间，也是传播地方文化的所在。透过这个活动，我们让庙埕文化有新的内容，也希望让庙埕加做一个推广活动的新所在。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